今年的全民运动会哦，日特别伫屏东起鼓咯，要伫大坪湾的海边啊比的比赛咯，本地场地拢已经准备好势咯，也毋过风台扫过，即马爱个停用咯。要伫万丹秀水池比的水上救生哦，冇设施互风台破坏，按算一礼拜内哦，会当来修理好势。 沙埔真侪所在，阁有着封锁线、涂骹乱七八糟。屏东大坪湾的青洲滨海游乐区是今年全民运动会沙埔角力比赛场，但风台山土尔车衫来袭，为大坪湾带来强风豪雨甲大影，加上海水倒灌，将现场用甲乱七八糟。再重来一次。原来沙咧，拢覆盖了。车白透早，沙埔扛着一包一包的白沙，工作人员表情真无奈。 车洲湾原本是乌沙，为着符合比赛场的规则，官府进前就买来符合规范的白沙铺好，但风台过了后，搁拍转去原形，但会使搁买沙出动怪手顶铺。整理的重点呢，我们会优先从整个公共通行的区域，像是环湾道路、环湾自行车道优先整理，然后再来就是配合整个全民运，在整个青州受创的地方。 先把全民运要用的场地也优先做整理。全民运娱乐伫屏东盛大举行，煞伫月初拄着风台，相关单位在后清点比赛场所的灾损，赶紧修理。建立万丹游泳池的遮阳网部分破损，那它是我们普泳及水上救生的竞赛场地，预计修复费用是80万元整，目前已请施工单位备料进场修复。 加在伫大坪湾除了青洲的沙埔角力比赛场，其他像举办轻艇比赛的浦东码头等赛场并无受损。官府甲管理处表示会赶紧抢修，互全民运如期举行。记者陈焕武、柯正俊屏东报道。